请大家有这么给就是考试之后呢，这些考试啊，这个时间都在西藏那个感觉了。但是这个参加，这个还要那啥，我拿这个这些考啊，然后那个题啊，有点那个我们这边那个那大的那题但是呢，还有那个，这里有点远。我说我说那我就陪他都惊讶了你干嘛？我都好生气啊，就这了。对，他好有有。天气好好的哦。